今年全国的中小学，不管是在业还是代理代课的老师，拢真欠哦。偏乡的老师是个愈欠。立委陈椒华早起指出讲，偏乡教育条例已经实施6档咯，也毋过因为补助上过少，无啥物鼓励作用，要求教育部应该爱检讨。 9月开学到今，全台湾抑阁真侪偏乡较细间的学校，抑阁直咧欠老师。立委陈椒华指出，偏乡教育条例施行6年，看不到健全偏乡师资的成效。包括东台地区加给从台北到玉里的单趟的这个车票的费用而已。 东台湾地区的加给一个月只有670块尔，无法度提升老师到偏乡的意愿。也若偏乡的救任奖金，若伫一般偏乡学校服务满8年有7万块的奖金，不过这主法拖袂到3年，要等到2025年12月，才有可能发出头一条奖金。 其实年改都能够把87年以前的这些机制都给追到了，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却无法给予足够的奖金来挹注他们，让他们有那个继续留下来那个动力哦？陈椒华花莲服务处主任陈庆元过去80年拢伫咧偏乡代理代课，伊讲偏乡师资的主战力已经是代理老师，应该由中央统一规定，甲服务年资列入去各县市较真的加分依据。 新北啦、屏东啦、台东啦、彰化，事实上针对偏远地区学校的这个部分，他如果有在那边服务过，他考教甄都是有加分的。持续的来跟地方政府来宣导。教育部指出，继续和地方宣导，甲代理老师年资列入去较真加分的要件，也若纠正奖金，敢有法度甲过去列入去，修法必须爱先有共识，才有法度推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